介绍今仔日的同学。有时阵有6个，有当时阵有7个，这是看来宾贵甲俗。因为有的来上吼，要收的一领几落万啊，有的拿来就几千块啊，所以讲今仔日的较少，就代表讲迄2个一定足贵的啊。各位为酸、为水、为人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富凯、柯富凯，感谢大家。我足俗的，我无贵啦，对，后一个。后一个是你决定的，你。歹势，好，麻烦你。你来了解，你讲无好势，这是会甲你传。这就是你说的分泌物吗？很凉啊。普通人称呼你叫做国民竞赛。哦嘿，是安怎？因为足侪迄个家长啊，比如讲妈妈，拢会想要甲我介绍因祖囝，看会当带因祖囝安尼无啦？你带未？目前还袂。无后咧。无后歹讲，无啦，拢阿袂。歹讲我换讲啊，歹对换讲。笑啥？我刚做我笑，唔知影是安怎。我跟你说天公啊，神仙啊，天公啊，神仙叫做潘公，神仙就派去啦，天公先生，潘公。奇怪，你较早咧上我节目，你是看到另外迄个，你在笑眯眯，迄个姓柯的迄个。伊讲我共生迄个啊。哦，无啦，最近看到你，我嘛感觉心情足好呀。真的啦。真的。真啦。你敢咱姓柯的，上莫带着姓江的。哦，会安怎？做柯江。啊对。姓无好加在。姓江的带姓柯嘛，咁麻烦。为啥呢？就江在。哪呢咧？好啦，这是讲笑啦，无一定是安尼啦。是啦，嘛是足幸福的啦。入围几遍？安尼啦。得几遍？一遍无。继续要紧。好啊。人生就是不断的奋斗，不断的入围，不断的无得奖。我相信我今仔来到这，后摆绝对会得奖。你去过路的，你过路。要喷钱。我没当过。贵楼。啊，接受这个香烟吼，安尼，做哪啦？有效哦，是不是？你嘛来一遍。现在拄啊在感冒呢，你莫甲害。啊，感冒会好啊。会好啊。那刷刷就好伊啊。好，你袂水果。水果。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倒位啊？我高雄基山。高雄啊？出金蕉的啊。出金，基山是啊，金蕉较好种。可能遐土质较好吧。你无介绍者？我讲实在，对金蕉嘛无啥物兴趣。会晓食呢，我感觉会晓食。是想不想食金蕉嘛？你想我食金蕉啊？对不对？谢谢，感谢。